目睭来，每一只只目睭拢做好的。嘿嘿。哎，即摆吼，这啥货？台湾叫做粪囊，台湾唔知粪囊就是其实就是一部屎。哎，像咱囡仔嘛，囡仔咱迄个细汉时阵是毋是拢甲包尿珠啊有无？嘿嘿，哎，这都咱袂输伊家己伊的屎内底佫有一个尿珠啊甲包咧。嘿，哎，即摆爸爸妈妈即摆就加咧，当加伊外围去甲单调呢。家己包尿珠啊。嘿嘿，伊家己放出来都是含尿珠啊呢。因兜就足清气呢。对。你是来报恩的呢？哎，对，所以伊就甲伊即摆食了，伊就放黄金互伊嘛。哎，即摆就黄金放去外围。要放出来，哎呦，要来啊！放出来啊！好，哎，爸爸是妈妈大，这包迄个屎就夹去外围去甲单调。你是夹去倒一蛋？诶，有可能去领导。你会夹去较外围的所在啦，因为为着吼，无互伊屎留咧伊的手内底，因为有可能迄气味会去因迄个吸引一寡会甲食掉的迄个一寡动物安尼，嘿。